係咪短裙嘅？睇佢唔係好高。呢個真係11、12歲嘅呢個靚女嘅接片。後邊又有一嚿短裙嘅。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中共雷山县委副书记、雷山县人民政府县长袁刚主持开幕式，有请。直接講乜？依家出去巡行㗎啦，佢出去巡行。现在我宣布，2013中国贵州雷山辽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开幕。有啲新郎哥，有5000，有3000。下面我们请主持人主车已經走㗎啦，文化遺產的展演活動。往上走，往上走，你怎麼還得沒黑？搞掂嗰啲。我整翻個雨褸冚咧，有兩度防雨同埋防毒啊，多咗蟲啫。原生性文化，熱愛勞動和生活，為實現夢想辛勤耕耘，維護了蓬勃的土地。苗族同胞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，團結和諧，創新。嗱，呢個咪短裙料啊，睇下先，影下佢先，隻大腿。又影唔住，又對唔到焦，成日都係咁，好慢。我 video 啊，掃曬佢啊！哇！好彩今朝影晒，琴晚影個星啊！影到隻手啊，大佬！自己就位咯，我夠影到全隻手啊！自己就嘅啫呢啲。呢啲咩族咧？唔同咯喎，全部都苗咯。完全唔知個台做緊啲乜，會影到我哋㗎喎，貴州電視台。哇！一個人。嗱，牛頭竹好啊！可以嗎？影後邊嗰個。辣椒啦！慢咗可以，冇理佢得㗎啦，好難嘅咩？呢個好肥，影群族，有
好肉地喎呢個。係啊，個個都一樣。牛肉牛肉。哦，呢個牛角嚟㗎嘛？吹嗰支嘢啊！係啊。我哋咪見佢吹過嗰支嘢嘅。係啊。啲大碌竹。我這種的菜煮飯。嗰啲龍身啊，幾個腳都攰啊，真係。真係幾個腳。哦，呢啲咩族啊？個個都係阿婆嚟啊！係啊，阿婆族咯。阿婆族。呢啲阿婆族啊！唔通阿婆仲短裙苗咩？有啲又唔同喎。呢真係阿婆短裙苗喎。係喎。呢啲平均年齡60嗰啲啊嘛。係啊。醫生美女啊嘛嗰啲。係啊。依家出場出晒嗰啲就。短裙阿婆族，短裙阿婆苗。啲冇咁靚啲衫，一個個族㗎嘛啲衫。